大家好，今晡日来学习按样板用客话来收集好识嘅事物。首先来看一道接上看得到嘅事物词汇。客话按到強州，請聽定嚟講強州。強州，講到當好，繼續加油。客話按到西瓜，請聽定嚟講西瓜。西瓜，講到當好，繼續加油。客話按到飯，請聽定嚟講飯。飯，講到當好，接下來你來學習按樣板收集自家好識嘅事物，記型係愛好識。請聽定嚟講愛好識強州。佢好識強州，冇關係，歌詞一百。請聽定嚟講愛好識強州。愛識強州，冇關係，歌詞一百。請聽定嚟講愛好識強州。愛唔好識強州，冇關係，歌詞一百。請聽定嚟講愛好識強州。愛好識強州，講到當好，你來堂啲練習，請根據堂到嘅記憶，選出正確嘅事物圖片。阿爸中午來食飯，食飽爭去洗身。當腔，接下來問講看啊，請根據圖片用客話講出好識嘅東西。愛好識西瓜，講到當好，繼續加油。愛唔好識強州，講到當好，繼續加油。暗傳食飯，講到當好，一下來進行閱讀練習，請讀看下下部嘅文本，還個回答問題。當好，一下係寫作練習，請用客語寫一套語詞，收集好識嘅東西。當腔，對客家文化度有一道特別嘅美食，比如講客家炒肉、老薑絲太長。你來看一看收集客家美食嘅樣片。